L I C G Apple。金针菇空掉了。你挨我金针菇空唔来的，金针菇唔会来啦。你爱来做嘛？我请唔到做哪个模特？不要啦！大家都係朋友，一句話留下來聽數，希望連朋友都做唔少。你真的不稱職哎，模特。哎，在好。干嘛拍啊？哪位本高球偷啊？偷來講。好，要用手比較。走，熟啦，快點啦。3。啊，來，在這邊站好。你快點啦。在這邊。不要綁好了。聽說會做短褲誒。短褲的短袖的，穿起來較緊身啊。還有蟲的啊，做得零點準。奶酪高條穿上好的，高條沒講好啊。哎，看這邊啦，來，看這邊1、2、3。愛到得了，強者雙腳，強者下腳，阮是為到馬甲雨下，用力用出聰明，不管路上有個翱翔。跟我要时代的，时代比较好。老实讲，喜唔喜中意小平？關小事啊！愛聽個老唔聽書好無？中意就會講出來啊！唔講佢用要點哦？唔懂奇怪，小班我哪會都會死，也還以為聽書也叫小平，唔點題啊？衝啦！愛點題怎麼中意你啦？其實小平係愛好朋友，唔了解正經強下，
哪个东饭店？那你好，小平还在换衣服，等一下我会趁机落跑，你要趁机告白啊？看你的。小星星啊？啊？哦，他先走了。哎，你干嘛脸那么红啊？没有啦，今天太热。范小平，我给你一个机会，你要不要当我的女朋友？金毛，其实你在我心里真的很帅，对朋友也很讲义气，会帮助他们，也会帮阿婆顾摊子。但是我现在还不想交男朋友。不过我们还可以当同学。对不起。到齐了吧？基本还没来。无诶，叫我卡掉哦，无聊诶。等一下啦，大天发本给哈。你不要把桌子刮坏。不会啦。救命！你怎么变成这样？你毛哎！你还有面
阿妹，哦，那个人变不见了啊！哦，你讲呢？以后我们大家啊，不要叫他 Golden 帽，要叫他 Black 帽。Black 帽。被狗蛋蛋糖。哎呀妈呀，懂好啊！哦，那你懂讲呢 Black 帽。看到吗？教育成功了哈。对啊。一般来说，散打哈，那个男子组分为7个量级，女子组分为5个。那我们现在班上只有7个人嘛，哦，还有一个白咖，好，那分组的话，小平跟小星星一组，等下你可以跟他们练，然后3只脚你就练手。东东跟阿达的话，金毛，等一下你刚分开对打。啊，这样会不会超时啊？慢零超慢零啦，用3枪下落来，要打你啊！少臭屁呀！教头最近说我变得很厉害。用讲的做咩样？那我就世界散打王了。打，这样阿达一定可以打到金毛。来呀，谁怕谁？刘爱，怎么样？2打1。皮就会皮用，我就奉陪啊！加油！再来啊！嚣张！你们加油！打，自己打！小心！你们右手啊！你右手那边有空隙耶！打！你们加油！不要碰我！伤到骨头是不是？手撑到地板。你有包起外伤是不是？还是什么？让我看。来了，放松啦。脚也有。先不要碰了。金毛，你离田哦。你放轻松了，看一下啊。很大片。先不要动。要不要叫救护车？唔会，你很勇的呢。小伤啦，没什么。金毛，刺青怎么了？这种很大。没事啊，就再打，还可以的。你可以个屁呀！唔会，发生哪个事情？没有啦。唔好来讲啊。东东再来啊！白痴哦！你坐着。怎么回事？我不想因为我的事情让别人对谁影响。好像不够暗用一点，爱就存在个意义。
你先过。你是因为我拒绝你，你才把刺青磨掉的吗？少臭美了，你以为你是苍井空啊？哪有那么伟大？哦。金毛，其实啊，你真的很棒，你不用太在意别人怎么看你、怎么说你，你一定可以的。金毛，快变黑毛！喂，校长哎，有内裤。当当当当，大家好，可以哦，一度一探花，还是一度一喜欢你。阿哥，莫要你了，我会爱上你。哦，没事情。来那个，大家注意一下啊！董事长现在有重要的事情跟大家宣布一下，大家注意听。太子他谈好哈。用功好言呢，经过爱情过阿婆赶赴大病，以下呢好不容易15周年，前头个重点来了啊！周年庆嘛，还是来好好扩大举办啊！盼望嘅呢，就阳光好言所有学生嘅成果发表会。成果发表会。错。我会发表嘛个？就迄唔了地去好言哦，有段时间哦，学到的成果。像是美发啊、烹饪、木工、街舞啊，什么都嘛可以表演，就看你们想要表演什么啊。说马该全部会男的做。都我们做，那老师要干嘛？我也这样觉得。发表啊，发表会嘛，当然是好言好生嘅成果发表啊！你了啥只玩意哦？我多磨汗哈，好好准备。爱呢，哈哈，只做寒饮，当然啦，应该啊。哎哦，我这是骗过人哦，哈，大兵哈，对哈，问清楚哈。陈教官啊，陈教官啊，怎个能分别就即个做呀？俺哋会摕总统帽啊？唔会啊。这都阿公动枪啊，按用做得转移佢哋注意力，两头都较正向嘅提防，还做得有小佢哋有导出来嘅精力，按用动好呢。金针菇讲得好，其实吼，我还是冇想按多。跟提个熊马街，我还是想请一只舞台本佢哋有啥表演，一只真正属于佢哋有啥嘅舞台。以後就到個唱物界，有蠻好聽嘅，正經家的表演剛看待。你吹唢呐我们都敢听了。那個事情哦，本家的自家做哦，看冇3年咯，都上大批波嘅啦。到時你唱給當國人來看哦，可能好個按呢哦，大家都冇頭路嘅哦。咁嘛嘅事情都佢哋有啥來決定，嘅硬可以做啊？做一個先生咁容易啊？佢哋國中生，當然要有老師監督指揮啊！按好做。我自制点心要做盖饺。没有人吃啊。靠北啊！你问金毛。靠北有人吃啊。靠北啊！是
街舞，不要骗喽！干林娇啊，有没有欺负我啊？哎，你可以拿拐杖跳啊，很酷哎。酷去死啊酷！那你们还有没有别的想法？对打太鼓吃都没有，鬼姊妹都会打。这比街舞好，街舞娘毙了。那也没啊，那你跳点跳好不好？那我们来投票好了，要街舞的举手。哎，那就2票喽。我会打太鼓的卡数。哎，骗人！哎，范小平，那又要你了。又没有人说只能投1票，我2个都喜欢啊。东东，没有举手。喂，较合作着好冇？冲啊！有该种用手机表演手的吗？做的较难死着的啦。那你可以帮忙用照片部分啊，你电脑不是很强？哎呦，你就做一下嘛，反正你不用打扫啊，你就还是做一下，然后这些你也参与一下嘛。不公平，只有我一个人。赞成东东做电脑成果的举手。那就你做啊！两题耶，怎么办呢？再这样下去，你的手都要断了。首先是你又让我天数版，你干嘛干啊？白痴才刚开始班呢。你奶奶不如我们了。对，东东的手只能拿滑鼠跟筷子。迄细仔伊手板夹着的啦。那你那细仔的，那迄断了就会肥子。废物。不要吵架，这可以用推的。白痴猴结果吵架。结果。阿达好棒。阿达好厉害，阿达好厉害。你是瓦斯中毒是不是？验没多久，累成这样啊！起来。哎，高头，做得等周年庆过后上联盟。准备比赛这样练习本来就是会累的啊，付出是有代价的。超嘎！你看你们，我刚才看你们练大鼓的时候，我真的超感动，你们的真给金扑咚咚的呢，继续加油，好不好？起来。好累哦，我把背掰开。哎呦，我喜欢你啊！脚都断了，手还在断。是。哎呦！嘿，大家来喝饮料啊！好，等一下。来喝饮料啊！小杨回来了，小杨回来了，干，你都把我忘记了，走开了！别抱我！干你去流血哦，戴眼镜。干你着急忙变黑毛了，靠背啊！有没有变帅？有没有变帅啦？监狱有没有没？我看不到他脸呢。干有看别挨了。帅，有没有变帅？走开了，脸都红了，忘记。脸干嘛红？害羞。但你回来你也不会帮我拿一下啦？啊？听改听哎，散打制服耶！你看，嘿，你拄好转了，眼着动枪人数。啊？签什么人手？学员10周年庆啊！你就在天数、管理赏肤，还有表演的衣服跟道具啊。啊？还有大鼓练习，还有散打，更屌的是还有整理布置教室的东西。干这么多事，也没有欢迎会，糟糕，送我回监狱。干你不好意思，鬼嘞！我再给我一次机会，真的，我打自己好不好？
左右，哎，这好大声啊！噪音污染。等一下，手滑不行。没有，没有，我知道，但你们没有，用大力起来的。怎么啦？3一张啊。有几张牌？我看你们有吃牌。做嘛个成果发表会，要谈心情个。哎呦，淡薄讲的歹呢，会去做啊，嘿嘛，太大都去做诶，你是讲安怎？知道你弄。没有，我想弄，但是都弄不好。你说庆建难呐，是不是有没有？要去做的啊。对。哎呀。这公园都走啊，这个是菜虫，我们自然线上有说，它都会吃我们的植物，所以我要把它抓掉。不用走。哦哟，拜托啦，做一下就算了呢。拜托，做好太感动。是。这颗为什么这么大颗？这个是菊物吧。那种晕船。我看。麦当劳。麦当劳。可以啊。好啦，大家走。还有这个。看起来太难了吧？这有那么麻烦吗？小猪肉、洋葱末、微波，到时候怎么炒？拜托，半夜还不知道我要叫你起来做，你可以不要叫我起床吗？我就是这样做。星星，咖喱饺那么难，我们下一次上国人课的时候再做，这次先不要好不好？我就是要这时候做没，你是不是要做给谁吃啊？妈喜欢吃咖喱饺吗？不要跟小新一起叫啊！我也知道。哦，你唔使我健健康康做物噶。哦。哦。你叫我去哪有诶？哦，香伊啦。来带你啊。系啊，我带牙去老人家唔伫路咯。哦，我。你跳莫水木嚟吓，莫跳嚟，跳哦水也講無言唔好啊。我搞會表演啦。表演咧，聽講嘅就咧就學打，冇啱唔識個打，哦，阿婆都冇曉得打你咧打。係咁啊。阿婆佬咧，敲，右左右。唔槍咧，老就槍。你們要變什麼魔術？朱玲，早安。哎。阿東東咧。東啊，唔好來啦。盤他嘅盤到每一次佢都冇開。我而家冇丟字哦，算了啦，冇好啦。我按管弦機冇好，冇拿。對啊。太魯。我看你們就先選要表演什麼魔術啦。阿達、東東，老師幫他們選好了，不會重複啦。阿達不會來了。媽，剛才他媽媽打電話給我，跟我說蔥油餅賣不完，不能回家帶弟弟，所以阿達要幫忙。等我啦。快點啊！哎呦，等一下啦。哎，你3隻腳啦。哦。快點啦！快一點啊！快點，等我一下啦。媽的！快
哦，小星星嘅好朋友艾迪，年纪多些咧？哦，我30岁咧，30岁咧，咁樣安咯？喂，吹你啦！老公，你真有本家的，谁可以吹你啊？唉，小鬼出马，仲好過吼，而家落火嘅，但伊做嘅接送啊，嘅效果吼較好啊。對拍太細嘅年來講，朋友嘅影響力很係動態啊。嘅一開始吼，東東其實唔喜歡來學校，一方面自家嘅家庭亂吵吵，另外一方面叫到老一班人嘅同學合唔來啊。有所比較爭會沒啥東東。東東哦，已經進步動多了啦，比頭擺哦，好意多呀。好，安尼一兩三年，安尼一滴滴的都在進步啊。哦，按多年啊，做按多全部冇算的哦。前面早晨哦，還去到教務卡門吼，去192的呢，差點帶你去呢。是誰了吧？每次都有台港的向心力哦，真的越來越好呢。什么？对不起，对不起有用啊！警察了嘛？干你呀！等一下，算了。我给你分3次。哎呦，你在干嘛啦？冲！快点呐！你们不要再玩了啦！快点呐！金毛，你会不会玩啊？你会玩给我啊？靠背。他90、21、12，靠北啊！对啦，来吃不要乱叫。你對樓聽係鬆口，還有攞倆搞誒，我搞左右搞，那是給就說。林嘉信，快點啦！哦呦，都黑啦，死了，好搞！好，我去請阿達呢。還會請阿達？嗯啊。你都有請阿達，先到長應來。喂，做唔得啦，去上班空下啦。走啦，你有沒有同學愛？謝謝阿姨。葱抓餅不要吃啦，現賣的。好吃的。阿姨，我們來就可以了。現成的，腳又斷，不買不行。葱抓餅要買葱抓餅哦。他從小就沒有爸爸媽媽，腳又斷，看着我的眼睛。我知道你要全部買下來了。哎呀，太棒了，兄弟！好吃的葱抓餅，葱抓餅，葱抓餅，咻！你用不暗夜，下一年，才會永久記得一頭寒江寒色我看到佢哋改變，來做欣賞，是個真強鬧嘅事情。做嘛？當係蛇見所。我祝你呢？我東東呢？東東鏘，東東鏘，東東鏘，東鏘東鏘。荷花開來。來呀，要來頭下喝。我愛出來，給。那你幫我吃三明治跟咖喱。打開啦！咖喱餃跟三明治。屁股腳。一有果。莫熊大，莫熊大。莫大。
嘅人来做，汉江归唔得。阿大，这边干嘛？哦，啊，好啦，好，呀事情哦，夫人家唔提啦，哦，发觉当多事情呢，你嘛，都冇谈啊，那么才做唔得人还主人呢，你嘛，好啦，呀，站啊，回去小心啊，多吃饭啊，赶紧走，拜拜。拜拜，再见。啊，很可爱哦！因为我们做学生的体格中，我很不很可爱。因为太紧张了。哪有？外康五老东天数大多啊。跟那因为佢对 PowerPoint 不熟啊。你心中做题目？冇问题啦。哎，我向我示范嘛。大哥，人家手机掉在潘家是向东救呢。是啊。唔罕得哈。哦，你说马克打奶啦？啊，我跟你说，他们真的超厉害的哦！我是跟你讲真的啦，你不要看他们是国中生那样子，可是他们认真起来，哇，真的好棒哦！你知道他们那个速度啊，他们那个进度，我真的都快赶不上，我好期待看他们周年庆表演。哦，好。再帮你大哥。啊，我刚才说了没？突飞猛进。哦，对，突飞猛进！我跟你说，下个礼拜就是周年庆，你一起来好不好？他们表演一定会很精彩，一起来嘛！你到底要不要点餐？先吃饭吧。哎呦，对，我都忘记要点餐。按啰嗦干。好像好了。我也要试试看，我不要比了啦。我试试看。我要试试看。西大口，弟弟是干。好吃吗？好好吃哦。吃屁股。好吃。给我把这个，把他们不扛给我吃。你们家都是那样子，难怪这么会吃。咖喱酱啦。肉是很家人包回来，小生吃肉的干，小生来吃吃药。干恁小爱，诱惑涉案斗发。校长诶，有限嘅时节啦，安尼也好演吼，也凉凉啊咧啊。好啊，来请后生的来天数，阿达做地哦。做地。大哥。啊？哥。唔可以係，行開馬茶。嚟看差唔多了啊。哦，差唔多嘅哈。啊。
希望佢哋嘅家长就做得来。佢讲看到佢哋嘅改变，听说会真感动。阿妹哎，佢哋牛子马面的莫来呐，本命嘛该唔低哦。你拜托啊咧，讲到较有营养嘅好冇？呀，伊重要呢。重要？系啊，挨乜啲重要？点点。其实我们有点想，成果展哦，被记掉可以去面对家庭嘅问题啦。老实讲，我同讲记掉不卡给你们支持，安尼嘅话，对记掉嘅伤害动态哦。既然从出生到老，最重要是家庭关系啊。佢再讲，掠到小学嘅也冇可能在呢好人处一生人啊，仲可以转去面对佢嘅家庭嘛。哎，阿太家，冇想咁多哦。頑張ってください啊！之所以好人還有你啊。有演戲啊，你好冇啊？哎，好，关关难过关关过，交交交交交。越想越不知道怎么办了。算了啦。去了也是白去啊，反正他都不认我。那你咖喱饺怎么办？越想越不知道怎么办了。你要怎么邀请你妈避开那男的？现在有一种东西叫做电话啊。哦，对吼，早知道就跟我舅拿我妈电话。你会打给你舅舅？不会啊，我也没有他电话。住这么久还没有他电话？我要他电话干嘛？好骂哦！不然我电话借你，你打给你妈。都这么晚了。打过去也是那个男的接的。晚安。喂。聊课吧啊！大家利用这堂课的时间做一些我们成果展要布置校园的东西哈。啊，冇做啦，做有动作。打开布，手都破皮了，难怪说。对啊。我真有研究过，贴这个手就不会那么痛，可以做更多成果展的东西。金马，你什么时候变那么温柔啊？你跟他讲什么？为什么那么爽？无聊。羽毛
因为你心情都好哈。对啊，你很眼头钱，还是把到新的马子啊？白痴哦！珊珊讲啊，我该事情安排好。俺爸抽不应准了。你爸不是在牢里吃饭？抽拢迄种唔得准了。好啊，是明日，你阿父甲拜访一下呀。我爸说他会来周年庆。真的？真嘅啊！来本地看无强样的杨庆卡。金妈，你好吧？你啊，到nhà来又刚好拐冇抢你那唔穷哟，你当然是酒。好啦，好啦。这个奶啊，就咁做啊。讓媽唔做嘛，嗌啲菜糕你嘛，講中嘛，所有永個永久。好嘞，係啲咧，係咪？嗌開菜開到尾是個背讀書嘅菜糕。衰啦！我衰唔得夠，我看樣嘢。我先打陪水。你看樣。錢衰啊！阿婆成衰咯，我衰唔得夠哦，日日那個。那平時就弄。你講弄，我錯過呢。哈哈，不搞老人家，可以這步。好得有機哦，冇自己冇白晒咯。不知道，用了按年来呀，不错的啦，有多嘞哦。個妹啊，伊又好誒，冇做到誒，伊全做到誒。不是，阿爸，12點多了。哦。要不要先睡覺？大概，俺將酒唔拉咧，也冇談你啊，喝酒，來。你生我的气吗？我只是怕你不要我。看表演冇是罪啊！哎，冇啊，冇罪啊！冇罪表演係咪？鬧啦！咩嘢鬼號啊？冇，係啊冇一場，而家冇一場。快去啊！快嚟啦！快去啊！我啊！快嚟啦！你阿鬼哈！這裡是他最牛的。什麼病的？你跳舞穿的太西洋了，你看嘛啊，小馬還東西。放開！啊，免風扇啊！了婆，你用不安言，当下我所嘅塔电，对多重心嘅眼，只有我手里头，见多少嘅往来者，汉江归唔得。